咱刷落去，咱一般的停止就是讲，咱的河路较紧是用咱河路的来经桥。咱即马写黄河中，伊本身是遗失，用即个咱河路范围移除法，搁用日语，用日语嘛，大家欣赏咱的汉诗哦。各位咱若有希望要来用日语来学汉诗的吼，请你欢迎参加我的班吼。来，洪医师请。凉州市作者洪汉，报道美酒夜公摆，用饮琵琶。 醉我沙中，本木笑，何来金钱地海？刘秀是河汉三国，不多。 满头我是嘞吧，比我把酒的我有事有的咱就。 不是，听你话若不够，那卡嘞，后来谁谁。 各位咱老友要用日语来研究啊，欢迎来咱参加咱的。